第四題咁啊 factorization 嘅題目，咁啊 A part 一開始咧，其實就溝 common factor 嘅啫考你，咁啊抽完 common factor 咧，呢兩嚿嘢都冇二次方，又冇任何嘢可以再抽，咁啊做完噶啦。OK，去到 B part 噶咯喎，咁啊 B part 咧就係 m 二次加 mn 減6n 二次，咁呢個咧首先有冇 common factor 咧？冇嘅，冇 common factor 咧，我哋就可能會用 formula 01去撳啦，咁你會撳到係2嘅。然之後會撳到係-3，咁啊代表咧佢可以變成 m 減2，嗱記住要補翻個 n 嘅。然之後-3咧變成 m 加3，又係啦，補翻個 n，咁啊做完噶啦。OK，去到 C part 嗰度喎，咁啊 C part 前邊3嚿嘢咧擺到明係可以用翻 B part 嘅。然之後後邊咧減 5m 加 10m 咧，其實可以你抽個減出嚟咧，就會變咗做減，然之後括弧 5m 減 10n。因為其實你就會感覺到咧，其實可以用翻 A part 噶啦。其實佢即係 A part、B part 兩嚿嘢合埋嘅啫。然之後你就會發現，大家都有 m 減 2n 喎，咁啊抽咗出嚟咯喎。剩翻啲咩咧？剩翻呢撇嘢都唔使特登用個中括弧咯。今次呢個情況，直接 m 加 3n 減5就得啦。如果下次係倒翻轉嘅，係5減呢個 m 加 3n 嘅，咁你要拆開變做5減 m 再減 3n 嚇。OK， 會負正得負嘅。不過今次咧佢就放過你啊嘛，係啦，冇考到最尾嗰個複雜位，咁就做得到啦。嗱，記住頭4題呢啲咧覆一覆卷啊 ，OK， 特別覆一覆，好容易有 careless 嘅 ，OK， 係啦。嗱，第3、第4呢啲咧代翻 x 係一個實際數字啦，代 mn 係實際數字，去 check 下究竟個數值係咪一樣，咁基本上咧你就唔會有大意錯誤噶啦，係啦，一定要細心啲去 check，千祈唔好失分呢啲位。